到这个新冠病毒的症状，即摆恐惊唔那只是发烧、嗽、流鼻水、甲咽喉痛安尼尔。昨有一个死亡的个案，是一个24岁少年查囡仔，自杀剂 BNT 无慢性病。 确诊6天就反动症来死亡，伊完全拢无呼吸道的症状，是腹肚痛甲吐，这是胃肠的症状。这个心脏内科的医师林伟文认为，真有可能是新冠病毒引起着心肌炎，造成着免爆性的心肌炎甲急性的心衰竭。这个台大感染科的郑医师林世平，伊是讲，这个个案的 病症真无四常，国外嘛已经注意到类似的症状。即摆要提醒确诊，离家己的厝内底咧居家照护的朋友，都要多多注意家己的症状。若是有呼吸喘、意识有变化、发烧、烧袂退，这三大症状，要赶紧去病院。疫情期间，若是出现呼吸道症头，大家拢会更加注意。我连疫症头指标，即晚恐惊毋那是亲像感冒的发烧、酷嗽。最近那腹泻的案例有增多，有些可能还是要警觉，是新冠变异株的一些亚型的感染，还没有整个浮上台面，在一个呼吸道之外的一个感染哈。互伊介上注意的是无慢性病，24岁查囡仔，有做3剂辉瑞含 BNT 预防车，顶个月26号开始发烧、落屎，快太阳性到病院 PCR 确诊了后，居家照护，过3天嘛是无改善，腹肚痛、骨吐、送急诊，毋过当时的血压袂稳，医师诊断是败血症，过冬天的病情愈严重，需要上手插管接呼吸器，用药治疗嘛转送医学中心加护病房，毋过5月初1嘛是发生心跳无正常、急救无效过身，死因是新冠肺炎败血症含器官歹去，指挥中心讲无细菌感染。在过往的像是病毒引起的心肌炎等等，的确它有可能会产生所谓突然血压不稳，然后急性呼吸衰竭、心脏衰竭，而产生致命性的心室心律不整的情况，当然就是有可能的。前台大感染科医师林世平替台湾附近国家的数据讲到，20多岁少年人日本确诊数是136万人，27个死亡，2%的确诊死亡率和南韩的数据相仿。过来看香港，差不多14万人确诊，14个死亡，但你注意，唔过卖受过惊吓。业界有很多人在讨论，国外也有类似的发现哦。有一些人是只以肠胃道症状为主，儿童、年轻人好像有比例比较多，这是之前我们比较少看到的哦。那这个可能值得也大家开始注意哦。医师提醒，若是有歹喘气、头壳无清楚、一直发烧三大现象，就要紧去医生看，莫爱讲家己的镜头，千万袂使大意。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